我係李廣宇，係第8屆嘅勞工界立法會議員。而我過往喺唔同嘅層面嘅工作啦，由一個普通嘅打工仔成長到一個管理層嚇，咁亦都從過唔同嘅行業，有工程、金融甚至創科嘅行業。我做過唔同行業、跨界別、跨階層嘅一個嘅經驗啦，利用呢個議會嘅平台啦，喺政府嘅政策上，喺好多唔同嘅法案嘅倡議上，我幫政府可以諗好更好嘅方案，令到一啲新嘅法案去推行之前咧，可以 make sure 成件事咧係可以保障到我哋所有嘅打工仔。我喺工會服務咗近20年，好明白打工仔嘅心態。佢哋唔怕辛苦，只係喺呢個 AI 嘅浪潮底下，擔心會影響到佢哋工作。佢哋嚟緊，希望可以有一個安穩嘅生活，有一個安穩嘅家庭。我哋亦都要好好咁提供一個足夠嘅職業培訓，令到佢哋可以好好咁裝備自己，保障自己嘅未來。喺你嘅競選口號當中咧，有提及到咧要科技賦能。咁喺保障工友權益方面咧，其實科技可以點樣用嚟改變勞工嘅一啲工作環境咧？佢議政嘅層面，俾更加多嘅建議政府咁樣，可以更好地利用科技，可以令到呢啲嘅行業有更加好嘅提升啦，一個升級轉型啦。第一樣嘢咧就係職安，其實我哋可以好好地利用科技，點樣可以令到我哋打工仔可以喺佢工作嘅環境減少一啲比較危險嘅一啲嘅工作嘅機會，譬如而家一啲需要爬上爬落去勘察嘅工序咧，可以減少，可以利用一啲無人機去幫佢去檢測，減低呢啲嘅風險。咁第二樣咧就係喺培訓方面啦，點樣可以利用翻 AI 呢啲科技去幫到我哋嘅打工仔提升翻佢哋嘅技能。好多工人都會擔心咧，其實產業自動化同埋智能化發展之後咧，就會減少人手，令到佢哋失業。你會點樣去確保本地基層勞工嘅飯碗呢？啲工種嘅轉變咧，呢個係成個經濟架構一個發展嘅一個趨向。有啲工作消失咗，亦都會有啲新嘅工種出咗嚟。其實唔係一個自動化或者係一個 AI 取替咗工作，而係一啲懂得用 AI 嘅人喺個市場上、職場上更加有吸引力，而希望可以喺政府方面攞到更加多嘅資源，去幫到呢一批在職嘅人士，30歲到50歲嘅呢個打工階層，可能佢讀大學嗰陣時未有 AI，咁但係呢一批就正正係最有能力啦，亦都最需要 AI 去幫助佢，要喺勞工市場咧都做到再出發咧。新嘅經濟環境底下啦，佢哋可以懂得點樣去用嗰啲新嘅技術去投入呢個職場，去從而獲得佢哋自己嘅工作。香港點樣提供一啲人才，一啲高質嘅人才，從而去配合翻成個國家，尤其是喺大灣區個產業去做得更加好嘅一個環境。呢一方面咧，都係嚟緊香港一個再出發嘅一個好緊要嘅步驟嚟嘅。